根據統計處嘅資料，過去20年，香港人飲牛奶嘅份量以倍數計直線上升。外國就越嚟越多醫學研究顯示，牛奶裏面嘅鈣、酪蛋白、荷爾蒙同各種癌症息息相關。20年前，美國康奈爾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同中國醫學科學院喺中國60幾個地方分別進行3次大規模嘅研究，探討生活習慣同疾病死亡率嘅關係。結果發現，中國人嘅日常飲食以蔬菜為主，而呢一種低動物蛋白嘅飲食習慣，可以明顯減低癌症嘅發病率。Dr. Colin Campbell， 康奈爾大學營養科學系教授，亦係呢一項研究嘅發起人。上星期佢舊地重臨，去到北京演講。佢話當年策劃呢項研究，目的係要進一步驗證佢喺動物實驗之中發現牛奶蛋白可以增加動物患癌嘅機會。35年前 ，Campbell 教授曾經用會引致肝癌嘅黃曲霉毒素喺老鼠身上做實驗，發現老鼠食嘅食物當中酪蛋白嘅含量越高，肝細胞癌變嘅機會就越大。牛奶蛋白當中高達87%係酪蛋白。Protein is capable of inducing and enhancing cancer growth when the level being consumed is in excess of what we need. If we only consume the level what we need, everything is fine. Well, the protein we were using in this case to turn on cancer is the major protein of cow's milk. When we used the major protein of soybeans, or when we used the protein of wheat, it didn't do this. Even when we fed those plant proteins at these levels of 20%, it did not turn us on. 喺其後20幾年嘅連串實驗當中 ，Campbell 教授同其他研究人員證實，酪蛋白觸發細胞癌變嘅機會最大。除咗肝癌之外，喺乳腺癌同胰腺癌嘅實驗當中，亦都得出同樣嘅結果。梁淑芳係香港兒科醫生，臨床經驗當中，佢發現唔少病人因為飲牛奶而出現問題，所以佢專程上北京了解 Campbell 嘅研究心得。佢提醒咗我哋咧，就話我哋嘅傳統先係最好嘅，係嘛？咁所以我哋咧就唔好係盲目咧係追求西方嘅，即係多奶啊、多肉啊呢啲咁嘅型嘅飲食。小朋友，你咧估下我哋今日有咩嘢食？我哋今日咧原來有牛奶飲啦，同埋有提子包食喎。咁牛奶咧係咧奶類嘅食物嚟嘅喎，咁所以咧汪南咧唔飲得喎。咁汪南係蛋類嘅食物，你食唔食啊？都唔食得喎，所以個提子包都唔食得喎。佢咧原來咧對雞蛋同牛奶有敏感，係咪啊？汪南你？有少少鼻塞咯，係有少少鼻塞，食咗之後有少少鼻塞。汪南對牛奶同雞蛋有過敏反應，一食呢啲食物個肚會好唔舒服，仲會引致鼻塞。不過對其他小朋友，呢間幼稚園一樣限制佢哋飲奶嘅份量。茶點時間每個月只係提供1次牛奶，而每次只係半杯。我哋餐單咧，首先由老師或者我哋校務嘅人咧去設計咗啦，跟住交俾註冊嘅護士去幫我哋睇下咧均唔均衡啦。普遍家長早一杯奶，夜晚黑臨瞓前有1樽奶，咁所以咧就應該我覺得係足夠嘅，咁所以我哋就決定
唔會喺補充裏面咧補充咁多奶俾佢哋啦。汪南細個本來飲開人奶，後來媽媽因為擔心佢唔夠營養，於是加餵奶粉。到食固體食物之後，每日仍然飲3次牛奶。不過身體唔單止冇好到，反而問題多多。佢2歲嘅時候咧就腸胃不適，咁同埋成日都病。佢咩病咧？就係個鼻塞啦，然之後咧就有倒流，咁然之後咧就咳，咁咧就每1個月睇1次醫生。都冇飲牛奶㗎嘛話。係啊，咁一樣係咁樣。就好肯食菜添，好肯照嘢添，係咪？梁淑芳20幾年嚟一直研究兒童飲食。佢話動物蛋白質當中，人嘅腸胃最難適應牛嘅蛋白結構，所以容易產生過敏反應，對免疫系統仲未成熟嘅幼兒健康構成威脅。同埋俾人開朗咗咯。對我哋要求好大，即係要去做好多嘢去消化佢嘅。咁如果我哋日日都咁樣去消化嘅話咧，咁慢慢咧我哋就即係消化唔嚟嘅時候咧，咁呢啲未曾經完全消化嘅蛋白咧，就去到我血液裏邊，引致呢個敏感㗎啦。敏感就同發炎係好有相關嘅。呢個敏感嘅症狀咧，其實對我哋身體嚟講咧係一個壓力嚟嘅嚇，會係消耗我哋嘅體力，消耗我哋嘅精力。咁咧就即係身體長期一個好似一個即係打仗嚇咁嘅情況，咁呢個人咧就會係容易疲倦啦，容易咧就係即係身體係冇咁好啦。年幾前，梁醫生建議減少汪南飲奶嘅次數。不過，對於呢個做法，屋企人初初好抗拒。飲幾多餐喎？3餐咁樣。嚇，3餐戒咗佢啦咁喎。我嚇戒咗佢？我話唔得噶喎，唔飲奶咁做乜嘢？佢唔肯嘅，佢話唔會唔肯嘅，係其實係父母話唔肯嘅啫咁樣樣。哎呀，我心目話俾我聽，佢話醫生要戒奶喎。我話嚇，細路仔唔食奶點得啊？點解唔得啊？梗係唔得啦，即係食慣奶噶嘛，忽然間戒咗奶又有營養又有剩啊嘛，咁我就驚咯。你唔俾奶嗰個 B 仔飲，因為佢敏感，但係你唔會傷害咗個細路仔。個原因就係話我哋咧係喺其他食物裏邊咧係可以得到更多嘅營養。我強調要更多嘅營養。根據臨床經驗，梁醫生好肯定話，只要家長唔再俾仔女飲牛奶，好多經常出現嘅毛病，好似濕疹、咳嗽、肚痛、鼻敏感，甚至偏食，好快就會好轉。原來你哋喺度砌緊一個塔啊！我哋一齊砌塔好嗎？汪太對梁醫生嘅建議半信半疑，之後決定幫汪南做血液測試。佢其實叫佢攞嚿磚俾佢喎，佢攞唔攞到啊？佢結果出嚟咧，就係有3樣嘢係特別敏感最高嘅，咁咧就係有蛋啦、有奶啦，同埋有乳酪咁樣樣咯。咁最後咁醫生建議就話你幫佢戒半年，咁戒咗之後咧，就其實可以慢慢俾佢試翻咁樣樣咯。因為其實可能佢之後個身體強壯翻啦，咁佢就可以慢慢食翻少少，就唔好 keep 住係咁枕住食咁樣樣咯。我有食粥。停咗奶之後咧，最大嘅轉變就係佢啲腸胃好咗，同埋好肯食菜食飯啊，即係唔使再擔心咯。喂，你頭先滗咗豆都未得飯，咁大粒。係喲，哇，咁細啖嘅。汪太話個仔停飲咗奶4個月之後，鼻塞嘅毛病終於有所改善。而家同以前比較咧，係咪舒服好多？舒服好多，以前9個字至1個鐘先瞓到覺，成日嗌鼻塞啊，又點瞓又點瞓，依家唔使噶啦，總之瞓低咗，佢完全冇鼻塞，講幾句嘢10至10分鐘，10至15分鐘咁就瞓着，勁！而家全部廣告都講係即係飲奶係健康噶嘛，對骨質啊、成啊都係。我自己就細個成日飲嘅，咁陀 B B 嗰陣時都飲啦，咁但係就而家到年紀大咗咧，都驚骨質疏鬆，所以都會盡量。